光头党那边还来人吗？那次以后他们就不敢再来了。妈的，再来收拾他！今天晚上，著名歌星慕容冰雨在市电视台录制一场演唱会。演唱会本来十分顺利，据消息人士透露，此次演唱会出现了一名神秘男子陪伴在慕容冰雨左右。哇，斌哥超屌的！什么情况？这一传言证实了慕容冰雨谈恋爱的事实。这名男子的身份目前尚不明确。我回来啦！姐姐这边。肯定是新疆的，又去兜风了吧？喂，你们什么情况啊？不是，你们什么情况啊？我们是兄弟啊！对啊，我们是兄弟啊。你不是跟我说你是一修车的吗？啊？也算呀。没错，有点乱，关系有点乱。你们到底是什么情况？她是我女朋友啊。谁是你女朋友？哟，小白哥，原来也有你搞不定的时候啊。不过品味不错，祝你们幸福。来喝一个，万事如意。阿秋，南哥，阿南，来，中秋。秋哥、南哥，兵哥，啊，来，廖老师。干杯，干杯！钟老师，帮个忙呗，说，你能不能帮我把冰云约来？行。自己约啊。自己约。要加油喽！你们不是闺蜜吗？你们还是同学呢。廖老师，咱俩彼此吧。嫂子，不是弟妹，拜托。现在，帮个忙。梁老师，怎么回事？廖学兵啊，我对你的私人生活一点都不感兴趣。不过这个事情你得给我解释一下，要不以后你怎么教书育人呢？啊，邱主任，我跟慕容冰雨绝对什么关系都没有，这都是报纸上乱写的。廖学兵，不光是空穴来风吧？啊，真的什么都没有。我还有课，先走。哎，叶玉火，把人带过来。温老师，怎么了？回去吧，这个球场我们班用了。温老师，凡事也得有个先来后到吧？这孩子呀，什么先来后到呀？我告诉你啊，所有资源得有效利用，明白不？也就是说，这个篮球场啊，归冠军班、高3、1班用。回去吧。来，不用太使劲练啊，冠军怎么都是我们的。不能拿球，机会出来就投篮。你看你这投篮，你不好好练。往内线丢，好球！
我说你们几个意思啊？莫老师，你这么做也太过分了吧？哟，我怎么了？哦，我刚才的意思是说呀，你们班这个篮球水平练与不练没多大区别，因为啊，怎么，莫老师在帮我们做篮球联赛的训练答辩啊？廖老师，你这突然出现打断了我的话呀。那我继续讲下去啊。我的意思是，你们班的这个篮球水平练与不练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，因为你们就是个垃圾班。哦，是吗？可是我记得好像上次是你们班输给我们班了。廖老师，哎，咱能不能不要揣着明白装糊涂？孩子们回去告诉我了，就为了点钱啊，可以理解，对吧？不过你觉得像篮球联赛这么大个事儿，我能让他们放水吗？你们等着瞧，想赢我们高二班没那么容易。小伙子，有种就来参加篮球联赛。哎，这么的吧，咱们就把这个场地施舍给他们。好，咱们班这个水平，练与不练都是冠军，就是对不对？走了，就让这帮 loser 们好好练练。我们真的要参加篮球联赛？参加？干嘛不参加？我们不但要参加，而且还要拿冠军。玩笑归玩笑，比赛归比赛。廖老师，连你也看不上我们？哥哥，中午有空吗？我在学校旁边的小树林里等你吧。好啊好啊，中午见。看来老宋我很快就要结束单身了。老师，你也太牛了吧！你到底是花了多少钱才把自己弄上头条的？哎，现在的小报记者真的是乱写，我跟他只是普通朋友，好不好？不会吧？你不是说你连他是谁你都不知道吗？这种事情怎么能随便跟别人乱讲呢？廖老师，你就吹牛吧，我们才不信。哎，老师，那个慕容冰雨本人长得好不好看呀？哎，他是不是整的呀？他长得跟你一样好看。好了，我跟慕容冰雨的事情就此打住。接下来我宣布一件更重要的事情，就在刚才，叶玉虎同学正式决定加入了学校篮球联赛。虽然我个人认为没有什么胜算，但是既然你决定了，我给予支持。廖老师，你不用这么瞧不起我们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是谁还在以前说什么团队啊什么的？哎，廖老师，怎么一脸旧社会的表情？哎，怎么着？你们班学生又折腾你了？何必那么认真呢？学生嘛，早晚是得毕业的。你看我，那毕了业的学生不仅会经常回来看我，还有不少女同学，那对我仍然是十分的仰慕啊。心态，关键是心态。
哥哥，我临时有事儿不能来了。我在中间最大的那棵枫树下留有一封信给你。留了一封信给我。什么信啊？混蛋！混蛋！廖学兵，你居然让学生弄到我的头上来了！宋老师，注意影响，把衣服穿上。小丹，晚上有空吗？请你去看电影。我就不去了，晚上我去苏老师那画画，美术大赛很快就要征稿了，你还自己去吧。哦，那算了，那我也不去了，我去练球了。你们还真打算参加篮球联赛呢？小丹，不会连你也觉得我们是炮灰吧？加油！你都给我听着！是个爷们儿，就给我去练球。我他妈还不信了。真的，哥们这次认真了。你们看见那妞没有啊？你还嫉妒我是不是？啊？啊，秋，你是不是嫉妒我啊？甭废话，来来来。咱说正事儿啊，小白，我觉得兵哥变了。就我看见他那天走在大街上让人欺负也就罢了，你说咱们自己家兄弟让人砍成这样，别忍了。你俩怎么想我不管，我他妈咽不下这口气。我说你俩倒是说句话呀！行，就让人家骑在咱们脖子上拉屎撒尿，咱们什么时候这么窝囊过？这他妈还是飞车党吗？这他妈还是廖学兵吗？阿南，这里边是不是就你最有种了？啊，廖学兵不是你叫的，以后叫兵哥。啊，兵哥，你俩不觉得叫廖老师更合适吗？叫兵哥。来嘛，白哥，黑哥，来嘛！来，喝酒，喝酒，喝酒。来。苏老师，
总觉得好像差了点什么。最近我一直在思考，一幅好的绘画作品应该是什么样的。这几天我也一直在努力提高你的绘画技巧，但其实一幅好的美术作品，它的成功不仅仅只靠技巧，也或者说，技巧根本就不重要。那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呢？思想。一幅好的绘画作品，它的思想是最重要的。所以啊，小丹，我希望别人不仅能够惊叹于你的绘画技巧，同时也能被你画里面深刻的含义所打动。叶玉虎，咱们今天差不多就到这儿了，明天咱们再过来。就2个小时你就不行了？这胖子也不是一口吃成的呀，你干嘛跟自己较劲啊？咱们早点回去呗。你要不行你就先走，不用管我。别人不仅能够惊叹于你的绘画技巧，同时也能被你画里面深刻的含义所打动。